大塘中酒店第8届岁末公益围炉寒冬送餐团报爱活动，热心准备了450份主厨特制营养爱心年菜和伴手礼，连接15个社会团体，遐咧关怀咱市的独居长辈、弱势家庭等族群，希望让因感受到社会温暖。海棠长荣酒店这个寒冬送暖送餐这个活动已经进入了今天是第8年。那前几年大概从2015年开始的话，我们就在这个场地大概是30桌，大概有350个人左右到400个不一定。然后我们现在目前整个从周3公益活动，我们所服务的对象总共有23个弱势团体，因为有的比较偏远，那今天总共有15个社福团体，我们来这个寒冬送暖这个围炉这个活动有15个团体。那我想因为去年的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就透过大家要把这个餐食这个整个我想过了一个好年，那就是把餐都送到他们家里去尤其这一次来讲是由大都会特别来协助我们来运送，我是发自内心。那今年来讲又加入了福助，福助又把他们的饮料好这个健康的饮料来加入，让这个餐食更丰富。然后我们也特别这一次中华医师科技大学的营养餐理系的主任，还有带着他们的团队共同跟我们开发一些比较养生的，让他们吃得健康，吃得好。大塘中酒店多年来关怀弱势、善心付出，得到社会各界肯定。副市长戴谦、社会局长陈英基、议员吕维应也拢到场表达感谢。长荣桂冠，我们郑总经理呢就已经很清楚的做到市长的这个期望。我们把餐送到弱势这个低收入还有独居老人需要协助人的这个手上，让他们过一个温暖的这个年。在关心弱势，还有包含在地食材的推广的部分，我们看到长荣桂冠酒店善尽了社会企业的一个责任，所以在这边也特别感谢我们的东坡总经理。那我们也期待更多人来加入这个关怀弱势的行列，让我们大台南可以在我们的黄伟哲市长的努力之下，变成一个最幸福、最温暖的平台。饭店总经理郑东坡表示，会当持续办理这项公益活动。爱感谢真侪消费者透过周末爱分享活动能够善款，还有20多位饭店会员响应领导。另外，福地台南婚宴赞助营养饮品，大都会客运车队也协助发送这450份的温暖餐点，预计将伫17日开始配送到弱势朋友手中。台南新闻张秀维、许曼珍采访报道。